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热天是水蜜桃太出的时节，讲到水蜜桃，几多人提在外面多的，如是拉拉山。除了水蜜桃以外，拉拉山顶上水源倒映，保持的岩石的山崖，是目前韩国系游客听说会去的景点。也这个含有东南亚青苔的希诺奇太树群。民国75年，拉拉山自然保护区成立呗。有讲的太自然，一等咱们农特产品，我其实很唔咩睇水蜜桃贵，介入行去冷销个。太细热也游客嘅政策有9批案多，入扎屯地方政府用嚟向游客太细热也上山来呢。来看下你嘅报道。哦，这个会到1斤哦，吼，来，各位尝尝看。今天特别来和我们尝一下这个，这个很好吃哦。哦，都香的，卫生嘞。一扎水蜜桃看起来都像伊，越唔系越好食的越好食。无讲气味。哦，哦，这兄弟呀吧？对，卖这个。这个要不能有瑕疵，比较大一点的卖1根500。哦，现场咧食真正有够好食的啦，菜市仔买的无通啊，这好食。日头系做卖小花香嘅水蜜桃，改片系做咁樣味嘅水蜜桃，以後都吃到都新鮮。很好吃哦，这个都很好吃的哦。那今天呢？对啊。吃一看，看看。橘子的味道。对啊。拉拉山会怕太热前流工厂，而热温差太，如今为排水洞好简单用，天然嘅体力环境，做出嚟全台湾有名嘅拉拉山水蜜桃。日夜温差哦，就等于是我们的梨山的2100，阿里山的2200的温差，所以我们这里是岩层，哦是风化层，这里的石头呢，它会排水，它的石头一敲，它的石头就破掉了。所以它这里呢，所以非常适合种水蜜桃。所以水蜜桃需要排水量很好的一个地方。哦，水蜜桃品种呢，世界上有263种，啊，定喺30几年地位都去看安尼吼。哦，拉拉山本身就差不多70种，安尼。哦，好食的冇几多种添啊，有10个种较好食安尼。30几年前，老朋友到拉拉山钓，出本拉拉山嘅奖写到嚟。本地的推背快传行改正进步，并且都市嘅事业，上山来种水蜜桃，冇经验嘅佢，天天嘅學，天天嘅聽，變做水蜜桃專家。三個嘅時間咪突然一下，都染到認識水蜜桃，體驗執個自己樂趣。有點酸呢。介紹幾條幾種東方魚，冚擺幾條來幾條啲講，哦，你水蜜桃嚟叫佢食，叫佢打鐵喎，有得種好嘛？哎呦，太厉害不？有姜冇？姜。強肉咪第三檔種嚟30年，黏見了解水蜜桃咪係扎又大又正。從家水蜜桃嗬，長苗咪青色一樣嗬，唔係唔曉摘，從家那做那些啊嗬，一粒桃會壞嘅，從家安尼辦那些嗬，佢都當完整都唔會壞，啲頭都鹽得呢，嗬。那摘起來，你看，佢真係粉紅啊！為用心管理嘅水蜜桃，這個世界很難去實現，總得見到，未總得學到。也是係農民辛苦嚟經驗過後，而是個經濟收益。以前啲70年嗬，水蜜桃加啲80年嗬，有拉拉山當好，當貴價水蜜桃已經賣到700個元，係。啊，加氣候同樣氣候要多少有變，加氣候嘅拍桃類啊，青苔種就會大，啊一下嘅種桃唔會大。老正前保強肉，黏見了咪係半拉拉山嘅奶，飲到過後出就唔睇咧。早期60年啊，爸爸加下台灣嘅水果清貴，嘅年果一定要8個月咧。
哈。爸爸也都同人照顾啲做啊，本面係做便裝嚟都上來，結果一上來一做當糧啊，佢夏天啲啊，要做些唔到位出汗又唔會安尼夾啊，當鬆爽啊，如果因做又嫌棄啊，就因做到也做成這樣嘢啦。除係政府就兩區農民嘅辛苦打拼，大家就講到水蜜桃，除為上到拉拉山。當年熱天想吹上山，來是倆當歸嘅好梅水。唔單搶安肉，熱乎乎嘅熱天，拉拉山嘅熱頭咪冇安辣，硬不是條溫土，還能摸到20度，變做最好嘅撇除身體。日頭台樹個夠天，2000年之前出上度兩個新樹區，是很難着相應下上山嘅原因。可以吸收分多金做個森林浴，然後是一個避暑很好的地方。然後再就是說，看到這麼多的那個神木群，他們的那個年齡啊，都這麼大，覺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議。在都市那種嘈雜的那種感覺哦，非常的不舒服，來這裡真的很舒服。40年前，文化大學教授發現拉拉山就北太平嘅新樹區，係那就東南亞面積最大嘅ヒノキ大樹區，樹齡大約500到3000年變惡。美軍為咗完整嘅種回爬林上，提供多種嘅生物氣體，所以生態資源非常豐富。1986年，正式成立拉拉山自然保護區。回爬遷徙到1800公尺，總面積6390公頃，係那半年講起被台灣容易最多嘅素材。像你按呢所謂檜木神木區啊，你看目前世界上啊是太有新加坡所有啊嘅東西，北美啊、東岸啊、西岸，韓國呢啲亞洲嘅台灣，然後日本有兩個東西添，所以你非常按珍貴嘅一個神木區啦。專為新樹區嘅發現，當年行到面上走來，未開始拉拉山嘅觀光開發時。當時發現嘅時候，哇！有按好比說，幾長嘅時間呢，確實千多嘅人客會上來。如果你民國60幾年、70幾年你去過拉拉山，跟現在你再到拉拉山去。其實你會發現，整體的拉拉山，它的整體的自然生態環境改變不大，因為它畢竟它是國有林自然保護區，在這個保護區的這個保護之下，使得我們整個的生態環境是非常的豐富了。拉拉山就東南亞最高級嘅自然風光，就有享有到世界高資，係那就泰雅原住民文化。不過除了薩庫拉鬼、撇除老公園，其他時間拉拉山其實都冷清。平常就沒有什麼人了，哎，差很多嗎？差很多。那平常如果不是像這種暑假旺季的時候，街道上是什麼狀況？就是沒有辦法生活啦，就是沒有什麼可以冷冷清清的啦，都沒有人。對，差很多啊，淡旺季差很多啊。大概差多少？對啊，淡季的時候是什麼狀況？淡季的時候下雨天有台風，旺季的時候台風有台風，下雨有下雨。照土冉冉政府風景區管理所統計資料，去年拉拉山入行人數前一屆115059沙最多，平均人日3720沙，人數最少嘅是喺12年嘅23069沙，平均人日420沙，數上9倍安多，甚至還有單日人數冇到200沙嘅。淡季的話，主要考慮到是交通的問題。過去來講，因為我們到拉拉山的，從桃園或者中壢到拉拉山的班車班車非常的少。還有一個就是說，大家可能在一般的心目中以為說，從桃園或從中壢或者甚至從台北到拉拉山感覺很遠。當然，呢啲交通嘅方面，係講呢啲政府單位對啲公共汽車嘅部分，係講要較方便啲喎。對呢啲退休了以後嘅人，北部地區來到呢啲山當去了啊，佢係咪較方便？兩下四就頭山行人，老中拉行人就到拉拉山上巴林，當日上下山各四組時標差停，認為為採培育素材，就考慮盡量問題。
突然让政府刚刚求讲，然后增加下润标词就困难。南外上拉拉山填出为建构嘅推起線，到拉拉山紅間路都非常嘅合，例如太熱嘅世界從頭齊查。路當西條，上下要上山查唔冇西啦。迄有法土講去規下做到有兩台車、西車做咧上山吼，你還講有個會車道吼，按嚟就交通會較好。在我們的石門水庫的集水區的上面，所以它沒有辦法拓寬。為了保持生態，而且是石門水庫大台北地區供水的這個地方，所以它現在只有截彎取直。校準冇法度加快，路冇法度變法，為到推展公共，讓政府的批出嘅時間，期盼北方的注解。除了做內地法圖，還要接送巴士送人下上山。不過當地嘅業者是很難希望，全國為了資源用啲商業來推行商業的做名詞。你這點呢？你嘅時間點來講吼，本來是當無限嘅時間嘛。你政府單位做好咧。辦理呢個法通啊，嗬，入咩講冇效果啦。咁我是講，啲效果啊，對你嚟講，你冇感覺講，平常嘅時間，來期盼嘅時間呢，可能對你哋人客，吸收你哋人客來啊，吸引你哋人客來啊，可能是對你業者嚟講，就會有較幫助啦。朱福鳳的拉拉山開了15年民宿，對太小業感受到深。不過按當年來，以促進開拓國外市場。兩下商業對佢嚟講唔算商業，係拿其他業者未想辦法，讓拉拉山觀光推向生態立足嘅方式。要開闢到你嘅東南亞，新加坡啦、馬來西亞啦、香港啦，呢度外來嘅人客，所以啦，目前嚟講，你感覺到睇下要睇少嘢嘅感覺。但是喺呢度呢，目前嚟講，啲小嘢嚟先，都記喺新加坡人記喺度漲價嘛，所以直接來塔啲小嘢嚟時間。我們講日月潭，這樣的遊客量非常非常的多，可是對於當地的人，除了經濟以外，它還帶給他了什麼？這是我們在地居民我們必須要去省思的。那相對的，我覺得在我們拉拉山這裡，目前我們現在整體的規劃是朝向旅遊，什麼樣的旅遊？生態旅遊。我們希望把整條的北橫線用一個點線面的概念去整體的一個包裝。未來你來神木區，你可以跟你的民宿結合，你可以跟在地的人去做所謂的生態導覽。對早期生產經濟為主，到兩下屆休閒立足，地方業者想辦法拓展商業行業，簽出拉拉山嘅天會，嘅地方政府要做得做到乜嘅？我們去年有成立民宿協會。過去來講的話，民宿的業者他可能各自為政，他也不懂得說整體做行銷。那我們這邊來協助他做一些行銷的話，有的是協會跟這個我們的旅館業者有做結合，還有一個的話就是說，我們跟那個旅行社。我們福興鄉種了很多的櫻花，所以我們說春櫻啊、冬湯啊、夏桃，然後秋楓。我們現在楓葉也種了很多。秋天我們也有我們的田氏，所以春夏秋冬，我們如果這些都能夠加強的話，我想我們福興鄉一年四季啊都有好的景點，有好的東西可以提供給我們的遊客。藍天旁邊青山綠水，空氣都點到是點，什麼老五色調嘅合唱，而且係按輕鬆按色彩，第兩山度乜緊嘅冇做，就算係報東外未當幸福。拉拉山就豐富嘅自然生態，就天然嘅好景色，還有最高級嘅農田產品。觀光資源唔會少嘅係整體嘅規劃老整理，係講做得相互結合，做好配套，填出做得本拉拉山嘅觀光，全面條件都像是咪偷強容按下癮。